經過30年的打拼，行政院今日正式核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，加做台灣原住民族的第17族。未來西拉雅族人呢，會當摕到原住民的身份，也會當自主決定族群所屬的成員。我的名字叫做西拉雅。元老清亮的歌聲唱出族人的心聲，推動西拉雅族正名活動。族人打拼30年，總算第30得到中央核定。我們已經成為法定的原住民族，也可以說是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第一族。後續還有8個族群正在申請核定，政府一定秉持這樣的程序跟原則，希望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大家庭越來越大。在裡面的人，每個人都備受溫暖。關切合併進程，原台南縣第2005年大選加西拉雅族列作縣定原住民族，是全國上早推動西拉雅正名的地方政府。有些推廣西拉雅語言甲文化的實驗小學，正名成功了後，學校原來會以更加開闊的族語學習方向推廣。像族語學校這一種，要朝這個方式去前進，教材能夠更精緻化、更深化自然，然後像社會啊，像這些科目融合成原住民的這個智慧或者他的生活面向能夠加進去。西拉雅族是台灣南島語系原住民族之一，主要分布佇嘉南平原，當年都會舉行大內頭社泰州夜祭，也有加坡沙阿里姆夜祭等文化活動，延續珍貴的平埔族群文化甲歷史記憶。正式核准了後，將做咱國第17族原住民族，也是平埔族第1族。上近8月中會當受理西拉雅族人辦理身份登記，相關的權益甲配套，原來會同步盤點調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